來看苗栗的西潭，這蛇真濟，這個月已經發生3屆，這蛇走來到大街路，鄉代表會提案通過，由公所發這掠蛇夾仔給民眾。若縣政府和學者是建議講，若講有看到蛇，會當通報這消防局，由這外包人員來處理。大箍佮大尾蛇慢慢啊掃過進行道，闖過橋邊的護欄消失去。苗栗縣西潭鄉溫水老街邊啊，舊溫水橋頭附近進行道，5月傳出3件蛇掃出來的事件。當地希望相助隊準備掠蛇夾仔，放佇派出所內提供民眾借用。這個季節很長，我們這裡都會有。第一個時間是大部分都是會找派出所，派出所還有守望相助，有這個捕蛇夾這樣，有我們都知道的就趕快去找一下這樣。當地傳鳥講天氣熱，蛇一直掃出來，唔那山區田邊甚至會入去民家。西潭鄉民代表會去年提案通過普發掠蛇夾仔，向數買1000支，但驗收過都會發放每一家戶，會當做防身使用。不過今年4月，有民眾佇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提案，認為傳統掠蛇夾仔攏是鐵做的，會造成蛇的連骨斷去才會傷害，要求修訂野生動物保育法，以優先蛇夾仔代替。學者嘛認同普發掠蛇夾仔唔是上好的處理方式。其實現在很多縣市政府，他們都有那個專門的捕蛇人員，就直接會到他們發現的地點去幫他們抓蛇啦。所以必要考量是安全的問題，人的安全，一個就是動物的安全。最好就是看緊這些蛇類，看它的動向往哪邊去。那盡速通報我們消防局捕風抓蛇這個團體，避免自己去抓了，可能會受到那個咬傷。西潭鄉公所無針對外界議論做說明。苗栗縣農業處是建議民眾發現蛇的時陣，會當通報消防局，由外包專業掠蛇的廠商來處理，避免叫蛇咬傷。記者採訪報道。